有年报道。 今年南部的旱旱严重，农民的收成嘛受到影响。台南种梅仔的农民就讲水无够，梅仔袂大，嘛卖无钱，所以因今年就无要采收咯。虽然嘛共款拢细甲粒仔，也毋过农粮署是表示讲，虽然雨水少较细粒，也毋过虫害嘛减少，酸叶的品质是袂歹，所以今年较大粒的外销的计销应该会袂歹。 今年年初大欠水，台南市政府搁伫山区设储水点，以水车来载水，予农民储水灌溉。受到欠水影响，伫台南梅岭种梅仔的农民指出，虽然结果是袂少，但是生袂大，只好加拍寡散工来补贴家用。细粒甲像咱的小拇指安尼啊，嘿啊，迄个你菜开完全袂当加工啊，因为伊无加工的价值。下早日立法院展售台南当地农特产协助促销。 小商嘛拄到欠水生袂大，个酸叶。标品业者表示，今年果子是水，但较细粒。虽然小商好食，但加减会影响到酸叶饼的口感。芒果吃起来不会有口感，因为芒果就会变成小块，个薄吧。 还是要大果比较好吃。农粮署指出，目前是屏东山野的产期，台南玉井大约到6月中来接起来，计销阁无啥知影。农粮署表示，欠水造成小型果较侪，毋过互虫害减少，嘛互外销的行情变好。今年是因为下雨少，相对的整个的外表、整个的果皮颜色也特别鲜艳、特别好，所以有病虫害相对也很少。那这部分刚好是外销最好的这些果品。农粮署指出，中小果会当供应国内市场，品质较好的大果行外销的路线。目前1公斤120左右。有关逼近的风台，目前评估对西半部影响较小，但有愿呼吁农渔民做好防范。记者林志明、陈昌伟台北报道。